細個睇大戲嘅時候，啲官好威㗎。最威咧就係噔噔噔上去個三下。你係咪講上去嗰個部級嗰三下咧？梗係啦，呢三級代表個官喺上邊高高在上咁嘅意思啊嘛。嗱，一個豬老二嘅牌子上場，上到場之後，一西件袍，一個亮相，嗰隻眼個眼神，即係有個官威喺度。不論你呢個文官武官都好，因為你係審我嘅時間，你需要個眼神。完咗整一整嗰頂紗帽，完咗之後轉身啦，就埋位。咁啊，通常都會踢袍，執起件袍，然之後上啦。上到嚟呢樹咧就有3級步階，咁你就慢慢1步、2步、3步，然之後先埋正中位。咁就下邊觀眾咧，好明顯睇到你係上咗3級嘅步階。1、2、3收咗，然之後就念白。你睇下。